据透露，库车县第4中学的老师美美蒂托尔逊因不明原因被拘留。根据该学校的网站，他在1年前被评为模范老师，并出现在颁奖台上。一名叫维多利亚·阿里普的人在脸书上分享的信息显示，美美蒂托尔逊于去年4月被捕，原因不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通过电话与学校联系，试图获取有关他的信息。虽然学校当局承认他被拘留，但是拒绝提供更多信息。他们说这类信息属于国家机密。据知情人称，美美蒂托尔逊是库车县第4中学的化学老师，已经在教学一线上工作了25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警告说，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爆发，为推卸责任又将黑锅乱甩。党媒转头对意大利专家说法断章取义，炒作所谓意大利疫情或早于中国。世卫会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的声明中说，中国不断传播虚假和误导性信息，这不是新情况。此前中国否认有关东突厥3集中营的指控。党媒《环球时报》日前发文，意大利专家称，中国疫情爆发前，病毒或已在意大利传播。文章中引用意大利专家的说法称，他们记得在去年12月甚至11月时就见过这种奇怪的肺炎，非常严重，特别是在老年人中。这意味着在我们知道中国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就已经至少在意大利的伦巴第北部地区传播了。日前中共炒作病毒来自美军，遭到美国的强烈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许多专家说该病毒起源于武汉的野味市场，尽管有警告，但该市场尚未关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他计划本周与20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武汉肺炎疫情。他在一次视频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不仅拯救金融中心，还增加对企业和公民的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增加2位数。他还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金融支持。将于本周与20国集团领导人进行会议，讨论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美国联邦参议员多数党共和党推出的经济纾困法案今天遭民主党参议员封杀。民主党人称，这项提案未能充分协助数以百万计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的美国民众。民主党接连2天阻止共和党推出应对危机的大规模刺激法案，导致参议员2党一时间几乎剑拔弩张。按照规定，该法案需获得60票支持才能通过。在初步投票中，由于被隔离的5名参议员无法参加，有46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激起了共和党的不满。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试图为武汉肺炎无关的问题，例如环境、气候和能源分配资源，而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过度支持大公司，并忽视公民健康需求。在中国出现的武汉肺炎病毒在全世界引起了恐慌，突厥语国家继续与中国病毒做斗争。阿塞拜疆是突厥语国家里最早受到中国病毒影响的国家之一。阿塞拜疆是2020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主办国之一。欧洲足球协会宣布比赛已经推迟到2021年。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有14名感染者。除了从比什凯克到莫斯科和欧师的每周航班，所有航班和火车旅行都已暂停。所有教育机构都将休假至2020年4月8日。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下令国有公司出售外汇，以应对油价下降和武汉肺炎病毒引起的经济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决定关闭其边界，首都塔什干已被隔离，政府已禁止在首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只允许外国人离开该国。土耳其新增武汉肺炎病例293例，累计病例1526例，累计死亡37例。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说，我们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国产呼吸系统设备。